頭先喺巴士上面咧，有個男人咧踩咗我一腳啊，仲要唔肯 say sorry 喎，真係激死我啦！但係諗深一層咧，其實嬲咧對件事都冇用嘅，仲會影響心情同埋情緒，都係揾翻 Danny 醫師睇下有咩方法可以幫我舒緩翻情緒啦。Danny 醫師啊，我想問有咩方法咧可以改善到情緒問題㗎？你俾人激親你啊？係啊 OK， 上個星期嘅事。如果俾人激親咧，或者經常有啲鬱悶咧，咁喺中醫角度咧，我哋依個位我哋叫氣門位，啲氣就會唔行，就會頂住。咁呢啲就算你照 X-ray 都照唔到嘅。咁我哋有一個穴位咧，係專係處理依個部位嘅氣滯，就係叫膻中穴啦。就喺我哋個心口，如果男士就兩個乳頭中間啦嚇，佢大概就喺我哋個心口中間啦。咁揾到嘅時候，用個中指撳落去，有瘀嘅時候可以打圓圈順時針，一路游按，大概2至3分鐘，就能夠將我哋依個部位嘅鬱結咧去散開，從而令到你冇咁頂住。你發覺俾人激親咧，通常你會覺得依個位硬係唔舒服，唔會覺得其他部位㗎嘛。所以咧，呢個膻中穴好幫到手。喺中醫角度咧，佢仲有個名嘅，叫做氣會，即係但凡所有同氣有關係嘅問題咧，都可以透過撳佢去處理嘅。咁除咗按穴位之外咧，有冇其他嘅方法可以改善到咧？有啊，我哋有個疏肝嘅方法，因為咧，但凡情緒嘅問題啊，或者尤其是俾人激親咧，疏肝係最緊要，因為疏肝就能夠解鬱。咁點樣疏肝咧？就係令我哋肋骨呢個位啦，我哋可以用隻手咁樣向一邊掃到第二邊。一邊大概每邊掃1分鐘，就能夠將依兩側嘅氣場打通，從而能夠疏肝理氣，咁令到我哋嗰啲嘅鬱結咧，再能夠減輕嘅嚇。咁有情緒問題嘅人咧，喺日常生活中應該注意啲咩咧？重點就係唔好俾自己有呢個鬱結啦嚇。咁有一個嘅呼吸方法咧，能夠減輕我哋呢個鬱結嘅，就係吸短呼長，譬如吸氣。跟住呼，有咁長，呼咁長，咁為之一下。咁一日裏邊咧做5至10次啦，咁就可以噶啦。第二就係安靜靜心，因為咧喺中醫角度咧，我哋講怒喜思悲恐，有冇留意呢幾個中文字咧？怒思悲恐都有個心字噶，即係原來我個心咧，只要能夠加強個能量咧，就可以統管我哋其他嘅情緒噶啦。重點就係安靜，所以大家可以喺午時大概11點到1點咧，俾自己有2至3分鐘可以閉目養神，安靜自己，絕對對情緒有幫助嘅。多謝 Danny 醫師嘅解答。如果有朋友咧都想喺日常生活中改善到情緒嘅問題咧，就記得用呢啲方法啦。